火炬開發區會展中心附近，我哋熟悉嘅兩個國企項目招商雲頂府同埋越秀建發，我哋應該點樣選擇？兩個樓盤又各有點樣嘅優勢？今日喺度，我用我專業嘅視角同大家分析一下兩個項目嘅優缺點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兩個項目嘅基本信息。雲頂府係由招商地產負責整體開發以及後期嘅物業維護，小區有15棟嘅高層洋房、3棟複式、36棟嘅疊拼別墅組建而成。目前2棟、13棟已經陸續收樓並且入住，而家賣緊嘅係14、16棟嘅拼層同埋20棟嘅複式為主。今年年底就可以收樓，戶型有89、105、117同埋128方，單價17000到19000。正裝修交付2001個越秀建發越璽，係越秀地產同埋火炬開發區建設有限公司合作開發嘅項目，12棟嘅高層洋房組建而成，戶型有89、105、113、127同埋162方，3房到5房。目前賣緊嘅係1、2、3棟，收樓時間2024年嘅7月，16000嘅均價，但係正裝修。了解完項目嘅基本信息之後，我哋再對比一下兩個項目嘅優劣勢。第一，地段位置上，大家都屬於同一個地段，讀嘅學校都係開發區嘅中心小學同埋火炬一中。但係雲頂府嘅對面就係德林湖公園，隔離就係會展中心，落樓就可以到達。而越秀嘅北面係潤和花園，南面係數貿大廈，相對嚟講，休閒活動雲頂府比較方便。第二，收樓時間，雲頂府嘅小區園林以及內部嘅設施已經基本完成，有部分住戶已經入住，賣緊嘅14、16棟年底就可以收樓，目前屬於準現樓嘅狀態。而越秀建發係今年7月新開嘅項目，24年嘅7月先至可以收樓。第三，價格同埋戶型，雲頂府賣緊嘅17000到19000，由於係現樓銷售嘅狀態，拼層可以選擇嘅戶型並不多。而越秀係新開盤嘅項目，所以可選擇性比雲頂府大。越秀每一個戶型實用率都有90%以上，亦都係佢嘅優點。綜合單價比雲頂府平3000蚊，只要16000左右。另外兩個樓盤我都可以幫大家爭取額外嘅團購優惠。通過以上嘅分析，注重小區品質嘅，要大體量嘅社區，要早收樓嘅，大家可以選擇雲頂府。如果要性價比高嘅，戶型嘅實用率高嘅，可以選擇越秀。但係買房係一個千人千面嘅問題，需要專業全面個性化分析先至可以揾到合適自己嘅房源。如果你正喺度睇樓，需要諮詢任何關於中山房產嘅問題，可以聯繫我，我會站喺你嘅實際情況，幫你匹配最合適你嘅房源。